有供电业者按算伫咧中华宏远的国有农地起供电厂，这国产署也合法5间能源公司计供581公顷的开发意向书。农民是烦恼讲，这供电棒若准甲按落去会有污染的几率，而且也烦恼讲，这田以后就无法度种啊。今仔日因就发起联署，讲要来抗议，也要求这国产署呢，就要赶紧来贴案。国产署是回应讲，有4间公司开发意向书已经到期啊，另外1间是8月底到期，也才摕到这意向书嘛，爱有国有地承租农民的同意，才会当向主管机关申请开发。拍死无体，拍死无体，反对供电，反对供电。中华宏远乡上百位村民画口号，反对产地种耕田。有耕田业者提出申请，按算伫中华宏远的国有农地起耕田厂。国产署核发5间能源公司计供581公顷的开发意向书。农民烦恼耕田帮有污染的疑虑，会影响农作物，造成自救会徛出来反对。袂使去出种田的啦，种田害死才8死人啦，8死人。无通啊做啦，咱这个田都遮好田，咱会做，咱是做田的生活的，咱为什么要来？互财团的时阵，咱要来种田。宏远乡长表示，能源公司申请的地点大部分拢有农民在种田，是宏远乡农业生产的黄金地点。开发种田是咧断农民的路。这是我宏远乡的农业生产蛋黄区，是我宏远乡上大的牛村。结果你竟然讲伊是无法度耕作的。拢总去做光电，农地其实是最基本维持这个农村经济最基本的存在。那这样子这么多的农地要变成光电，那绝对是会造成灭村的这个影响，人口又加速外流。针对核发的开发意向书，国产署回应，目前有4间公司已经到期，有1间是8月底到期，嘛强调就爱农民放弃承租，业者才有法度申请开发。意向书是有效期是2年啦，能源署会依照他的案件，有涉及的单位都要去评估。如果遵理筹设，那业者如果说遇到国有土地是承租人的，他就要拿到承租人的抛弃同意书。根据统计，目前耕田业者申请的国有农地范围大概有500户的承租人。国产署讲，假使农民若要继续种植，就莫签同意书予业者。自救会表示，目前有15人参与反对耕田的联署，稍后会甲联署书交予能源署，表达反对产地种田的决心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